進廣播地帶 Luna 教室。大家好，我係 Luna， 我係 Nova， 祝大家2026馬年新年快樂！今年逗咗好多利是，不過剩低咗利是點算好啊？唔好亂掉啊！今日我教你3個回收方法。全港有好多回收點，無印良品門市，除咗香港站同青衣站，今日去到3月15號都有回收箱，記住要乾淨、冇損蠟、冇膠水先好回收，同埋記住一定要攞走入邊啲錢啊！我梗係會記得啦。啊，係咪仲有綠在大圍回收點啊？冇錯啦，綠領行動全港超過120收集點，交咗俾佢哋之後，會清潔重用，會變成新嘅利是封再派俾人。除咗拎去回收站，仲有冇方法可以循環再用啊？自己做手工，利是封可以摺成書籤、燈籠、掛飾，發揮創意又唔使買新材料。大家一齊玩就最開心啦！最簡單係交俾爸爸媽媽，出年再用。又環保又有福氣傳承，我哋開心之餘，要記住保護地球。2026年再更綠色，記住回收啊！祝大家馬年大家拜拜！